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英云，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大学生差不多逐顿拢食外口，抑过食入腹肚底物件，敢真正安全？行政消保处针对大专院校甲学校附近的餐厅进行联合稽查，结果互人真着惊。包括双北、甲桃园等7个县市，有29间餐厅，干那1间完全合格。违规的店面，唔拿这个胶纸扫来扫去，又到卡规严，垃圾以外，甚至有业者冰箱内食材过期超过4冬。这款的餐厅，学生食到敢会安心？带咱乡亲深入来追踪。环境会有蟑螂啊，然后会有蜘蛛丝，看到就会感觉很不卫生。风险其实很高，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会去很远的地方吃饭。食物中毒其实我们不能忽略，就是说它可大可小。消费者要知道怎么去选择。业者最重要的就是他帮消费者打开。三顿拢食外口，全台湾118万大学生，因食食卫生敢有安全？我要那个起司蛋饼，好，起司然后蛋饼。萝卜糕加荷包蛋。食到腹肚底到底是美食还是危机？读台师大硕士班2年级的婉琪，当半前捌有一段恐怖的经验。之前有一群同学一起去某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就造成我食物中毒，然后后来还去住院吊点滴1、2天这样子。症状是会一直上吐下泻，然后我一直发高烧。食物中毒袂输是无定时炸弹，或者学生食了袂安心。镜头来到180公里外台中，读朝阳科大休闲系3年级的如婷甲永真，嘛捌拄到同款的难题。你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要去买午餐，啊，你们通常都吃什么啊？吃学校附近的。现在食物的安全跟卫生我们都很担心，就是像之前同学因为吃学校的东西，然后得肠胃炎，临时半夜决定去医院吊点滴这样。环境会有蟑螂啊，然后会有蜘蛛丝，看到就会感觉很不卫生，就找不到可以吃的，然后就宁愿饿肚子，或者是直接去超商买。甘愿腰腹肚，嘛无想要食到无清气物件来落下。这大学生想要食到健康卫生的物件，敢真正这困难？南投埔里暨南大学发生学生疑似食物中毒，有63名学生陆续出现拉肚子等症状。这家位于嘉义民雄知名的早餐店，107年4月间发生食品中毒群聚案件，有46位民众用餐之后呕吐、拉肚子。慈济大学传播学系正在进行2天营业迎新宿营活动，却有同学陆续发生腹痛、拉肚子、呕吐的症状。2022年6月，行政院消保处针对大专院校边的餐厅发动联合稽查，29间业者内面，校内校外各占一半，范围包括北、中、南7县市。卫生稽查人员到店内去检查现场的卫生环境，互人看到会惊。若店内胶纸满四架，拍开冰箱一个看，青甲色的拢无分，无砍挂，拢总并做伙，这恐惊有污染的顾虑。包括甚至有大学校内餐厅被找到食材过期4年，本来好食的食材沦为威胁是安尼危险物件。卫生管理项目29间业者有23间无合格，违规率有79%，加上源头减量、雅俗串接3大项目，敢若一间业者完全合格，消费者哪会安心？业者时常出现违规情形，包括灶骹甲作业区有真侪油垢、垃圾的所在无随清掉。除了店内环境甲食材，卫生局人员嘛作为调查餐饮店真受学生欢迎、无含量供应的饮料区。20间业者内面，总共有7间大肠杆菌超过标准，品质互人会烦恼。大学生的饮食真的卫生安全吗？记者现在实际来到了师大商圈现场直击，我们观察了超过半个小时，发现这里的环境还算是干净整洁，没有什么蟑螂老鼠乱窜的情形。但是我们也发现呢，有业者是将瓦斯桶露天放置，会遭到阳光直射，这对消防公安来讲还是不合格。业者
最重要的就是它帮消费者把关。不是我会做食品，我都能来做食品业。错，有一个前提要件，就是你要知道食安法。在国外啊，你如果看到有这种情形的话，搞不好都是勒令歇业的。过期食品你摆在那边干嘛嘞？千万不要想要赚钱，但是后面的法则其实很重，或者对相信你的消费者造成身体的健康，那就更得不偿失了。依照卫生部食药署的统计，最近几年来学校食物中毒的人数拢有够侪。2021年总共有2847个人，2020年1785个人，2019年达到5年来上侪，总共是4010个人。校园食物中毒的人数差不多是当年拢伫全台湾各场所排第1名。109年我们看到只有2案属于大专院校，在110年也只有4案。一般大学生他可能不会一起去看医生，所以这一些情况就可能就被低估了。我们对于学校周遭的餐厅，像早午餐，这个我们有设定稽查的专案。110年、109年的，我们稽查的家数已经超过1300多家。那另外我们抽验的也超过了1800多家。大学生日常的食食暗中审款的风险，常叫做利用食中毒长的时间对大学生实际去点菜，仙人掌干菌大部分拢出现伫放伤久、无特性保存的米饭等等的淀粉制品。较到造成胃吐骨落瀉，是全台湾食物中毒病源排行榜的前3名。金门保毒球菌、大肠杆菌，较到地区腹肚会疼骨落瀉，这是真接看到的致病源之一。沙门氏菌一般出现伫肉制品甲卵制品，可能引起败血症，这是医生眼中的危险病源之一。诺罗病毒大部分经过粪口传染，若接触病菌，无确实洗手，传播力真强，可能出现扁白胃吐，这是病源排行榜的第1名。其实我们都认为说，食物中毒它是可大可小。有些抵抗力比较弱的人，他有时候食物中毒刚开始是急性肠胃炎，可是到最后，他就开始有菌血症、败血症，有多重器官衰竭，甚至还有民众因为这样子就死了。不过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无一定是业者的麻烦。大学生课业重，外务无用，无法度专心好好食饭，也是食物放伤久，可能嘛是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有个数字，我们叫危险温度，就介7到60度。因为大部分的微生物啦，都会在7到60度之间来繁殖。大学生你要减少食物中毒案例，不能说我放一整天，放室温，就放好几个小时都不吃，然后忙完后再来吃，那就容易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食物中毒已经变成藏伫校园的四周围看袂到的危机，为食材到制作，最后入到消费者的嘴内，顾食安每一部分拢袂当大意。要安怎替大学生顾食食的安全？伫卫生单位稽查日历有限的情形下，上界要紧的就是校方的管理甲业者的自律。像台师大，人就配2个学校的营养师，会定期针对校内甲学校附近的餐厅的业者进行抽检。过来就是守护食安，学生嘛当主动出警。像这个朝阳科大师生就成立食安的青年军，希望讲和所有动物拢食到会安心。上洗来洗上青的青菜，刀工真好，快速切丁。这间伫师大商圈伫2017年成立的美食餐厅伫辖区，为了守护人客食安，敢若出餐进前的准备作业，业者都有一套家己的 SOP。每次我们在做备制食材的时候，都会做一次喷这个清洁剂的部分。食材怎么样？我们要确保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以及交叉污染的问题。灶骹较无杂病，逐工出几20份餐，内场生食、熟食严格分区，连台面上的桌布嘛真讲究。我们抹布有分绿色抹布跟红色抹布，红色抹布就会拿来去擦不是接触食材的东西，
对，那绿色抹布就会去接触食材，所以我们就是擦砧板啊、擦刀具都是用绿色抹布来去做处理。自主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如果我们自主管理没做好，都要靠外力来的话，其实这样子大概食品安全都不会管得好。就像我们要开车，一定要有驾照。那以我们食品业者、餐饮业者，我能够照着相关法规的规定，对我来说也更安全，而且我能够对我的消费者达到保障。这3年，全台卫生单位稽查人力单年平均大约550个人，稽查店家大约138000件。不过，全台食品业者超过637000件，差较无三成。大学生的食安向来把关。稽查人力往往就是台湾卫生单位的痛。大学大部分就是所谓大学自主嘛。校内校外餐厅主管机关适用法规拢无同。校园餐厅是教育部照学校卫生法定期监督辅导。学校边的餐厅是适用食安法，由卫生单位组织管理。法源看起来完善，不过教育单位依法无稽查权，安怎落实管理？因为教育单位并没有稽查权，教育部的话比较会是站在是一个辅导的立场。当我们会同地方卫生单位或农业单位到学校去辅导的时候，我们把缺失会把它逐项罗列出来，函文给大专校院，一直要督导它到改善为止。我要拿2个盘子做那个油脂跟脂肪的检测。伊是校园营养师张雅萍，过去10年台师大校内外50间餐厅业者拢是伊负责的。这是淀粉残留的检测没有问题，这个餐盘是 OK 的。我们要怎么看啊？它只要有问题，它会怎么样？它会是深色、黑色的反应。公费营养师他会把关你的食材到底，就说到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卫生状况，厨房卫生状况怎么样，一些厨房工作人员到底的健康状况如何？有公费营养师，我想对我们的减少校园的食物中毒，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校园营养师为着守护师生者的安全，建立第1条防线。每个月至少1摆爱大间检查，店家工作环境、卫生安全无问题。好，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油脂总极性化合物的检验，就是直接将这个仪器放在这个油锅里面，确认一下油锅的温度是不是达到有130度以上。那再看数值的部分有没有超过，就是相关规定。学校卫生法规定，高中以下学校若是班级数达到40班以上，应该至少设置1位营养师。不过大专院校无强制规定。1摆10学年度全台共产的大专院校总共238间，不过敢若25间有专任营养师，比例较无2成。安尼把关人数感真正有够。以大学营养师来讲，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以大学来讲，我们的学生以我们学校都是上万人，公费营养师都不够了，有时候他一个人要做很多工作。外务当然很多，因为我们还有兼计划，我还兼了社区。7、8月学生比较不常在学校的部分，我可能去支援周边社区老人的活动。保强食安可能有会缺失。主要消费者群学生买当发挥关键角色。各位食安群伙伴们，大家午安哈。那今天各位出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要针对2位餐厅的标示辅导，看一下这张。前红色甲爱了解食安规定，调用科大食安青年军准备出动。你好，我们就是现在要来做标示辅导。2006年，台中食品药物安全处和台中10间大专院校合作，成立食安青年军主动出击，辅导业者加强自主管理。其实食安青年军的组成，它是隶属在台东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所以在辅导计划进行过程当中，它是有强制性的。它如果违规的话，我们会所谓的通报。现在来说，就是食安人人有责，不会只有餐厅。我觉得大家一起守护台湾的食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您好，我是朝阳的食安青年军。针对校园附近的美食餐厅，食安青年军三下合作，实地沟通，透过专家访视，确定店家符合规定，重点定藏伫细节当中。
水管的部分哈，尽量换那个比较浅色的，哦，因为深色的话它看不到里面，如果万一里面有发霉的话，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太习惯这个工作环境，而去忽略一些小细节。那当由一个第三者或是像老师这些身份的人来提醒我们可能有哪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它主要的消费群还是在大学周边的这些学生或是一些居家住民，所以透过食安青年军长期以来的一个推动，其实它可以看到实际的成效。在操作之前进来的第一个动作，大学生饮食安怎做甲更较好？新加坡、香港加强稽查认力，美国落实食品业者登记，推动优良餐饮业者评比，凡是会当成为台湾参考范例。像新加坡、香港，它是以观光为主，他们不容就是餐厅的饮食会出错，这个是用稽查的方式来管控啦。像美国，就算路边摊，它还是每个都要有登记，然后呢，最主要是卫生的要求。改变校园食安危机，法规嘛需要对来改变。一直限期改正，那你这个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那什么时候会让那些真的不想做好那些业者有一点痛？偶尔刀子要亮出来然后对有一些实在过分的这些业者要好好处罚一下。替大学生把关食安全面参与，里外所在每一喙嘛，才会当安心。